在地事实空空继续来看到出名连锁的百货集团头一届和警察合作做火杀2020年公益腊日，12月份拢总有12个主题，请到出名摄影师，也就是林炳存来翕。头尾翕相，还有制作的时间拢总有半年这尔久，要来表现到警察带领专业的功夫，也阁爱互人感觉有感情的一面。不如果头一届来做model，这警察拢讲也是扮人较熟手。特警队准备出动。 掠夺警犬，威风凛凛，气势十足。尽管每一个人拢全部装备完全，但是因毋是要特勤，是咧互摄影师来翕专业的模样。原来这是刑事警察局甲有名的百货公司来合作，要来翕公家形象腊日。除了要帮助弱势的团体，也希望民众会当透过画面更加了解刑事单位。他们希望凸显霹雳娇妈的这个角色。那时候一直希望说，我去思考我要怎么呈现我自己，所以他们希望我一只手拿着锅铲，另外一只手拿着枪。 到后来，我其实觉得枪支还是我容易驾驭的。但是警察带领兵是维护治安，也的是穿甲警察的棍仔，这一回变做形象的大赛，爱摆出酷势甲时尚的 pose， 让这些警察拢感觉真伤脑筋。出现非常多状况，就是我们看着镜头，但拉拉永远想要跑到别的地方啊，这我们有点困扰。但是他很快就跟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联系。 对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就对着镜头就成功了。有名的百货公司这摆无找 model， 也是艺人来翕这个腊日。头一遍找警察来合作，找来有名的摄影师林炳存，用半年的时间来制作，要杀出2020年刑事警察公益腊日。头一批要印1500分，卖钱会全部来捐予抓风车剧团。希望借这个机会，唔拿做公益，更加会当让民众感觉甲刑警较亲近。记者综合报道。